台语听有无？逐工报新词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信老师，欢迎大家收看今仔日的台语听有无？有人捌问讲啊，讲若是世界啊，逐个国家拢派家己的妖怪出来啊，正看卖啊，倒一国的妖怪较厉害。安尼啊，美国啊会有入去人的面盲内底杀人的 Freddy 啦，佮有大只狗啊 King Kong 啦。啊，当然，日本有百鬼夜行啦，有大只 dinosaur 科技啦，那中国有僵尸啦，欧洲有四会鬼啦，埃及有妈咪啊，也有人唤作木乃伊啦。啊，咱台湾呢？咱台湾要派什么款的妖怪出去战呢？今仔日，咱的台语听有无啊？特别来和观众朋友做伙来讨论这个趣味的议题。那讲啊，台湾上出名的妖魔鬼怪，当然啊是虎姑婆咯。虎姑婆的故事大家拢知啊，总是啊虎姑婆跟他针对囡仔啦，佮油烫一个就死啊，敢若无真济战斗力啦。所以啊，咱先甲按下啦，咱先来讲另外一种，也是真出名的妖怪啊，魔神啊。魔神啊，也有人称呼伊是魔神啊啦。这种妖怪啊，伫山顶出现啦，会甲爬山的人迷去。好迷去的人啊，会戆戆啊对伊行啦，佮会感觉魔神啊请伊食物件啦。清醒以后，才发现原来他入去嘴里呢是土沙、是草啊、是毒瘟啊啦。这类的魔神啊，伫台湾啊有袂少哦。自1908年的台湾日日新报啊，就已经有人拄到魔神啊的报道啦。近代啊，像大溪真有名的红衫查某囡仔啦。基来山的乌色人影啦，玉山的黄色小飞侠啦，拢是魔神啊啦。因啊会当组一队啊出去甲人战。另外一种也会当组一队出去战的鬼啊，就是水鬼啦。水鬼掠交替啊，一直是台湾民间流行的传说啦。传说中啊，水鬼就是渡水死去的亡魂啦，这种亡魂啊，无法度投体转世啊，除非掠到替死鬼来代替因的位置啊。所以啊，水鬼会秘伫溪底、湖底，即个有水的所在啦，趁机会甲耍水的人骹落咧，拖入来水底，互淹互死啊！安尼啊，原本的水鬼就会当搁去投体咯，捞新的水鬼啦，继续来掠交替。为着要阻止水鬼掠交替啊，台湾民间有真济宗教的仪式啊，亲像婚林口湖的牵水庄啊，台南台江迄日的拜溪钱仪式等等啊，拢啊是要安大这水鬼的民间宗教仪式。但顶面是两种无形体的鬼啦，另外有形体的鬼有德高鬼和环保鬼啊。德高鬼就是附身伫德啊顶面的鬼啦。细汉的时啊，大人拢会交代，讲若行伫路林啦，看到倒落来德啊，千万啊，唔通对顶面下过哦，无德高鬼啊，会伫你下过的时，互德啊大那个大起来，互你受到真严重的伤害啦。这是一种做陷阱的鬼啦。啊，那环保鬼啦，伊是甲两片啊金蕉叶插伫过人骹，安尼就会当飞哦，会食囡仔心肝的鬼啦。啊，那是害人的鬼啦，上有名是会互船顶啊一直落雨，互船啊沉落去啦，就爱船员啊脱目体甲错干胶，伊才会歹势来离开的带着无啦。其他像电视定会做的拿刀仔和派赢神明啊，战斗60足的单收娘啦，佮有死后变做鹰哥鸟和对面的燕山做伙的两只妖鸟只啊，拢是台湾真有名的妖怪。安尼恁讲啊，台湾的妖魔鬼怪是毋是四界拢有？种类啊多元丰富，真正趣味咧。今仔日咱的台语听有无就讲到这，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，咱个时间交等好主播。